如果你需要限制液體攝取量，呢條影片可能會幫到你。液體係包括晒所有流質嘅嘢，咁我哋一齊嚟睇下啲例子。水係包括暖水、凍水、熱水同冰水。冰亦都包括冰粒、冰沙，同埋所有熱飲、凍飲、咖啡、茶、果汁都係液體。我哋有好多唔同種嘅方法喺屋企度度到有幾多液體，可以用個羹或者個杯嚟度。一個杯就300毫升，一個茶匙就5毫升。呢度就係大概180毫升。唔同嘅樽裝飲品可能有唔同嘅 size， 你記得要睇返自己個樽嘅容量有幾多啦。除咗嘢飲之外，嘢食都含有液體嘅，我哋一齊嚟睇下。奶凍、啫喱、乳酪都係液體嚟㗎。200毫升嘅麥皮就有100毫升嘅液體。400克嘅西湯、濃湯、忌廉湯就有400毫升嘅液體。咖喱、燉菜、炆菜都含有液體。湯湯水水嘅嘢更含有更加多嘅液體。200克嘅茄汁焗豆就含有80毫升嘅液體。咁我哋一齊嚟計下一日嘅攝取量。呢度就係 Nina 一日嘅攝取量。加晒所有飲飲食食，佢總共攝取咗1300毫升嘅液體。咁記住啦，液體係包括晒你飲同埋食嘅嘢，你可以用齊屋企嘅小工具，例如匙羹同個杯去度下你每日嘅攝取量。